间竟能长成这样，这小绿瓶也太神奇了。后来又试了几次，可惜这灵液只能催生植物，用在动物上，结果可以用惨烈2字形容。莫大夫，他既然能给我下毒，自是不会给我同样的机会的。没关系，神手谷最不缺的就是空地和草药。这片竹林应该足够隐蔽了，在这里培育草药吧。催熟年份，炼制丹药，10克、20克、50克、100克。虽然是药3分毒，但我也顾不得了。吃药练功，找到适合你的武功，还真不容易。练此剑法有3个严苛限制：真气有小成者不可练，无天分者不可练，无毅力者不可练。